各位兄姐平安，此时请咱三脚来敬拜上帝。来呀！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18首，圣诗第18首。我心学了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学了上帝。
咱犹原徛伫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有印伫圣诗的上头前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列岛林内受苦，定时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10，启应文第10，也就是诗篇27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012页的所在。我来启，请兄姐来应。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做启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怎样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悠然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追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讹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一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黄面毋插我，求你毋通生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赞，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去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边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活伫的日，我要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胆，做声，着信靠上主。请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但愿感谢你。虽然对旧年到今因为疫情的关系，互阮百姓惊吓不安，也互阮无法度做实体的礼拜。
疫情虽然有慢慢控制落来，对3级降落来2级，但是还未解封。总是阮也要感谢你，因为你施了极大的慈爱甲疼痛，互阮拢平安度过这个日子。也愿阮所有的人民拢会当遵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互疫情会当早日止煞。主啊，阮也要求你怜悯阮，为着阮一切的过失，恳求你赦免阮的罪，也洗清阮一切污秽。求你来光照阮，帮助阮会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当阮要听主的真理，求主感动阮的心，奋起阮的灵，也求你甲林耀新牧师伫地，圣灵充满伫伊，互阮会明白牧师所要教示阮福音的真理，也会当听入耳，佮有好的行为，跟对主的脚步来行。阮将这一切的敬拜摆咧伫你的面前，愿阮的敬拜会诚侪芳芳的济，得到你的感纳。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6日后，耶稣带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简单因家己爬上一座悬山。伫因面前，耶稣的形象改变，伊的面亲像日头发光，伊的衫变甲亲像光遐尼白。忽然间，摩西甲以利亚对因显现，甲伊讲话。彼得对耶稣讲：“主啊，咱伫遮真好，你若要，我伫遮搭3间寮仔，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伊还在讲的时，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甲伊搭地，有声对云出来，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伊我真意爱，恁着听叹伊。”门徒一个听着就扑落去，非常惊吓。耶稣行活去，甲因蒙讲：“起来，毋免惊。”因一个也目看，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愿上帝的话诚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学乐只是音乐释放团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在你同在里》。愿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向你倾心，你听我的声音，与你亲近无比，在你同在里。
清醒，你听我的声音，与你亲近无比，在你同在里，在你同在里，一直永留，有恩典无止境，我夫妇敬拜你，打开双手领受，倾倒我的敬拜，生命每个片段你都看顾，每滴眼泪你看如珍珠，打开双手领受，倾倒我的敬拜，在荣耀云彩中与你相遇，夫妇敬拜你，打开双手领受，倾倒我的敬拜，生命每个片段你都看顾，每滴眼泪你看如珍珠，打开双手领受，倾倒我的敬拜，在荣耀云彩中与你相遇，夫妇敬拜你，在你同在里，纵然暴风未停息，在逆光中有你同在安息，哦，耶稣，我爱你。愿一切水的歌声，真侪芳芳的节，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将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姊平安咱真感谢这个音乐侍奉团，甲着咱的友志的这个诗班，帮助咱伫咧这个疫情的期间，互咱游玩有真好的礼拜。感谢主，愿一切荣光拢归伫咱的主。咱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中间，主你搁一摆照着你好的意思去引阮来就近你，也愿你的话即时来对阮来显明，圣神亲自来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会通对主你的话中间看出主你所要爱对阮所讲的，也互阮会通搁较侪来明捌你，特别互阮会通伫阮的生命中会通活出一个无看见别人，只有看见主你安尼的迄款的生命，活出安尼的生命。感谢主，阿罗主，安尼祈祷，拢上课做基督圣名，阿免。有一位姊妹安尼真欢喜，安尼伫遐咧备办伊家己的即个婚礼。伫安尼伫咧伊甲着
即个未来的即个翁婿，安尼伫遐计划着即个婚礼的每一个即个细节。有一天伊即个朋友安尼来甲提醒讲你即个结婚感恩礼拜既然是过去到伫即个翁婿因的厝。佮翁婿伊所属的即个教，伫咧即个伊的所属的教会伫遐安尼举行即个感恩礼拜、结婚感恩礼拜。安尼咱着应该尊重即个翁婿伊的教会的即个主任牧师。安尼毋通安尼将即个牧师安尼囥伫咧一边无安排任何伫咧即个婚礼内面安尼有任何的即个程序内面无安尼安排一个位置互即个牧师。安尼来安尼主持，哇！即个姊妹安尼真坚持，就安尼伫遐讲，伊讲安那，伊讲这位牧师我也无识，何况我安尼较介意邀请我的即个属灵的爸母，安尼来为着我来证道，甲着即个主持婚礼来甲我证婚。我毋知影伫咧即段话的中间，咱敢有伫咧即个中间听见有啥物所在怪怪？请问，伫咧即个结婚感恩礼拜的中间，迄个焦点到底是甚物人？我想真侪人会讲是安尼，即对的即个新人，甚至认为是安尼着即个即个新娘这是一般的看法。但是咱爱知影的是，毋管是倒一种的礼拜，礼拜唯一的焦点拢是耶稣基督。祝福的来源也只有耶稣基督。若是安尼，毋管是甚物人伫遐来证道是证婚，重点是礼拜的焦点兼有囥着位。个礼拜迄个安尼，即个礼拜的焦点安尼是毋是有安尼正确？咱伫咧咱的顶礼拜的即个分享的中间，咱的生命每一个细节拢着应该爱注视伫咧咱的耶稣基督的顶面。耶稣是咱生命的焦点，耶稣也是一切的焦点。伊是圣经的焦点，也是规个即个宇宙的即个中心，搁较是咱历史的主。耶稣既然是一切的焦点，咱就应该将咱的焦点放伫咧耶稣的即个身上。上帝的心意嘛是爱咱将即个焦点放伫咧耶稣的身上。咱要对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的信仰。为什么需要注视伫咧耶稣的身上？咱到底注目伫倒位？若注目伫安尼毋对的所在，安尼要怎样咧？当耶稣安尼带着即个彼得甲着约翰甲着雅各安尼爬上安尼一座的即个关山顶的时阵，伊伫遐来改变伊的即个形象，伊的面貌。圣经伫遐讲有摩西甲着以利亚安尼对因来显现。为什么摩西甲以利亚会伫咧耶稣的身躯边呢？有个圣经学者伫遐安尼提出安尼讲法，就是上帝借着摩西伫遐来颁布律法，五经是借着摩西传互以色列人。佮即个以利亚安尼会通讲是安尼上有即个先知本色的即个先知，也就是讲上帝已经甲咱指示，咱毋免靠律法会当安尼甲伊建立安尼合宜的关系。律法甲先知拢是为着这伫遐来做见证。也就是讲，摩西五经甲着即个先知书，拢伫遐咧为着耶稣伫遐来做见证，安尼意思。但是当即个彼得看到即个摩西甲着以利亚对因来显现的时阵，伊伫遐甲着耶稣伫遐讲话，就对耶稣伫遐讲主啊，安尼咱踮伫遮真好，你若要我伫遮安尼搭3间寮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
彼得他会知影，对因显现的是摩西甲着以利亚。咱毋知影，但是有一点真清楚的，就是彼得若亲像安尼，将伊家己迄个注目的迄个焦点，安尼会用讲刷位咯。伊分心到伫即个摩西甲着以利亚的即个身上，也是讲伊看摩西甲着以利亚甲耶稣同款重要，甚至比耶稣搁较重要。直到安尼有一片即个灿烂的云来搭摩西甲以利亚，将因来甲搭起来。为什么上帝爱用着即个灿烂的云来搭摩西甲以利亚？就算讲摩西甲以利亚伫咧以色列历史中间有偌尔伟大的即个成就。但是耶稣超过一切，伊超越圣经，超越世界历史，是宇宙的主宰，甲着所有一切的焦点。上帝无意愿，也是讲无愿意问道，伊失去迄个焦点，将焦点放伫咧摩西甲着以利亚的即个顶面。上帝爱问道，将伊的焦点来放伫耶稣的身上。所以，迄个灿烂的云搭来的时阵，有迄个声音，安尼对云出来讲，即个是我所疼的囝，伊我真意爱，恁着听叹伊。直到文道一个听就拍落去，非常的惊吓。为什么文道会安尼惊吓咧？因为因失去了焦点，就亲像咱。过去捌讲过，就较亲像迄个罪的迄个定义，就是那亲像你伫咧射钱的时阵，你的迄个目标，你迄个靶心无安尼定着迄个靶心罪迄就是罪也罪带来惊吓。所以当咱若失去焦点的时阵，咱犹原会有充满了罪的惊吓。咱伫咧咱家己的性命的即个处境内面，同款嘛会失去焦点，毋知影如何是好的时阵，咱搁转来到一开始咱他所摕到的即个结婚教恩礼拜，咱搁一摆来想想，检测咱会安尼看到，也是讲感受到一寡安尼的迄款的现象，就是有人只有安尼伫遐来参加像。只简单伫遐来安尼注意着即个规个礼拜堂的即个布置，有人是安尼注意着规个即个礼拜定数，安尼有安尼真顺利无？有人是安尼简单伫咧注意着迄个安尼真古水的即个花童，即个小花童，伫安尼弄来弄去，走来走去。有的是注意着即个新人伊的安尼一举一动。甚至有人是伫遐注意着当日即个正道牧师讲了安尼到底安尼好是无？有精彩无？煞袂记哩规个礼拜中心是咱的主耶稣。咱时常因为安尼想过头，安尼咱讲看会起家己，想过头安尼有家己，骄傲，想要表现咱家己。想要凸显咱家己，搁想要安尼颠簸咱家己，想要互咱看到安尼家己安尼有偌尔厉害，甲别人安尼伫遐比较的时阵，安尼爱要甲别人安尼伫遐安尼伫遐比较，讲爱要比别人搁较突出，搁较好，搁较大，搁较强，就产生了侪的骄傲。迄款的迄个自我的满足，迄种的颠簸的感觉，拢是属肉体，拢是属即个俗世体系，拢是魔鬼的即个白贼，甲着伊的诡计。伊爱人伫咧即个将迄个伊的迄个人的迄个原底本底的焦点，对耶稣的即个身上，伫遐刷到伫迄个人，也是即个代志以及物件的即个顶面。咱真容易失去了焦点。如果咱若无意识到咱家己是一个软弱的，
是容易绊倒的，是需要有主的，是需要倚靠主的。安尼，咱拄好跋落去伫咧即个撒旦欺骗的即个计谋内面，伊就是爱咱感觉咱家己咱通亲像上帝共款求主怜悯咱。你兄弟，咱每一届，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手中的迄款安尼，通讲，拢是耶稣手中的器具。伟大的人物，亲像摩西甲着以利亚，嘛是上帝手中的器具。器具只不过是干若伫咧对的人手中才有功效，才有价值。器具是因为耶稣要用伊，所以咱爱高举的是耶稣，毋是迄个器具，毋通偷摕耶稣的荣光。伫咧耶稣迄个荣光安尼进入耶路撒冷的迄个记载内面有一只即个女仔囝毋捌互人安尼徛过。伊的价值安尼，如果伊若拢毋捌互人徛过，伊的价值是啥物？咱暂且将即个女仔囝甲伊安尼当做一个人安尼来看待的时阵，即个女仔囝安尼。一天一天伫遐大汉，伊伫遐想着伊家己生存的价值到底是啥物？有一天有人将伊来砍去，顶面坐着的人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徛着即个女仔囝进入伫咧即个耶路撒冷的时阵，侪人将家己的外衫是手机安尼铺伫咧即个路呢，安尼伫遐咧欢迎伊。即个女仔囝安尼，即世人毋捌安尼得到安尼的迄款安尼的款待，哇！兄弟，你认为伊会安怎会反应？如果伊欢喜到袂顾你，就安尼将头举起来，佮将伊头前的骹安尼双骹安尼举起来，伫遐来接受人的即个欢迎，你想结果会怎样？即个女仔囝安尼，即世人上大的价值。就是互耶稣用，伊爱知影真正的焦点是伫咧耶稣，毋是伫咧伊的顶面。人毋是欢迎即个女仔囝，乃是欢迎耶稣。如果女仔囝掠做人是伫遐咧欢迎伊，毋是咧欢迎耶稣，伊伫遐自高想要来伫遐来举头，举起伊的双脚来伫遐来接受阳光，就会互耶稣伫遐跋落去。人就看袂到耶稣，伊就失职佮失去得到迄个奖赏，得到阳光的迄个机会。同款，当咱互上帝伫遐使用，安尼成就一寡伟大的代志的时阵，咱通抢夺上帝的阳光。当咱互人注意到咱的时阵，耶稣就跋落去。耶稣就对咱的心肠来跋落来人就看到咱，看袂到耶稣。女仔囝即个器具是因为耶稣要用，才发挥伊的迄个价值。互咱若互主所使用，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咱爱学安尼头谦卑伫遐来参与即个服侍。因为服侍是咱性命的需要，服侍是咱性命的需要。通互耶稣使用是咱的福分，爱互人不断伫遐看见咱心上迄个动工伫咱的心上的迄个耶稣，毋是跳过去来活伫咧即个耶稣的即个身躯边，亲像遐的一寡安尼讲政治人物安尼。爱要安尼徛伫咧即个比因搁较有名的人的身躯边，伫迄个所在，安尼伫遐企图伫遐来分享着耶稣的阳光。如果咱为着人伫遐来祈祷，即个种有破病的人来伫遐祈祷，迄个人的病若确实得到医治，咱要怎样来做见证？咱会强调我为着迄个人祈祷，是咱伫遐强调讲，迄个人来得到医治。
是咱伫遐要来伫遐强调讲，耶稣互迄个人来得到医治咧。你兄弟，谦卑顺服，互主所用是上大的荣光。现今安尼有一寡教会因伫遐时常安尼举办着安尼真大型的即种的特会来吸引人。因伫迄个所在，安尼即款的即种特会，安尼一场煞接一场，哇，吸引了真侪人的即个原因到底是甚物货咧？我想是一寡真侪遮个真有名的遮个讲员，吸引了非常侪的人，所以教会界开始一种的趋势，就是安尼有名才会通安尼吸引侪人。每一摆安尼特会，就用安尼讲完伊的名，甲着伊所做过的侪遮个安尼新业技术，伫遐来做宣传。煞袂记哩，真正互遮个新业技术发生是甚物人？咱真正需要用到遮个有名，才来即个是讲有名的人来吸引人嘛。有名虽然通吸引人，一寡遮个名人通吸引人，却毋是上帝的心意。为什么安尼讲？请问，每一摆遮个特会结束了后，人继续提起的到底是甚物？人往往伫迄个所在，伫遐提起的是即个特会的讲员，甲着伊所做的代志。但是耶稣伫咧即个中间，却毋是焦点。毋是迄个规个伊的话题的中心，耶稣变成做即个特会、即个讲员，伊伫遐咧顶功夫的工具，安尼若定。咱并毋是伫遐来否定即个特会的价值，嘛毋是要安尼否定讲即个特会讲员伊的事奉。但是咱必须爱伫遐来反省，咱伫遐咧追求什物？教会伫遐鼓励兄弟，伫遐看重的佫是甚物？咱兼是伫咧不知不觉中间来失去咱的焦点，是转移了咱的焦点。当即个焦点若去互失去，是去互刷位去，焦点就无搁再是焦点咯。恁兄弟。焦点只有一个，迄就是耶稣。咱所做一切，拢是要为着要高举耶稣，互人伫遐追求耶稣，搁重视耶稣。毋通安尼要伫咧即个世间伫遐来追求出名。无书捌讲过，出名就被除名，地上出名，天上除名，地上出名。天顶拄名，也毋通伫遐高举任何上帝所要使用的人。会记得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使用的迄个女仔囝。耶稣兼有教义会吸引咱的。耶稣伊捌安尼讲过，讲我对即个地上受举起的时阵，会吸引万民来归我。伊吸引万民是怎样来达到？伫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就是伊爱互耶稣对地上来受举起。这毋若是指着即个耶稣伫咧即个十字架顶的死，搁较是爱将耶稣对4年国活的迄个性命，伫咱的性命内面，安尼来活出来。当人活出耶稣的迄个性命的时阵，自然会吸引侪人。来归向耶稣，一个真有名的人，若活出耶稣，自然会安尼吸引侪人来归向耶稣。一个普通的人，若活出耶稣，同款吸引侪人归向耶稣。所以重点毋是甚物人，乃是伊所活出迄位耶稣。所以真正吸引人的，并毋是教会的一寡遮节目，是活动。
乃是要互人伫咧即个教会内面，伫遐看见耶稣，伫遐来经历着耶稣。教会安尼若简单用着活动，甲着节目伫遐来吸引人，只是简单伫咧一个刷接一个的活动内面，伫遐来批命，检采一个时安尼一时阵会通安尼吸引着侪人。但是过了了就退休，就亲像侪遮个流行的物件，是遮个名称共款。若是伫咧教会内面，因为有上帝同在，因为耶稣受苦起，咱会发现其中有疼、有平安、甲喜乐伫遐咧呈出来，就会比任何的人也是代志，以及遮个物件，搁较吸引人，搁带来互人的生命的改变。所以咧，兄弟，咱伫咧安尼咱就应该来重新搁一摆来调整咱的生命的焦点，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互耶稣伫咱的心上，伫教会内面受到举起。咱的责任就是无安尼高举人，简单高举耶稣。耶稣国外生命就要带互咱个人，也是咱的教会搁一摆重新来得到复兴。这个时阵，牧师共款要提出3个问题，互咱会通伫即礼拜搁一摆重新来思考，互咱会通搁一摆来。亲像咱到底咱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款的信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咱毋通高举人，只简单高举耶稣？咱的生命敢有高举耶稣咧？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思考。第二项，伫咧主日也是一寡特会，以及着即个圣诞节的即个节庆的时阵，咱所看重的到底是讲员的讲道、现场的气氛，是这个节目的内容。咱所追求的到底是甚物？咱所看重的佫是甚物？第三个问题，在咱日常生活中，咱要怎样来高举耶稣，来吸引人来归向伊？咱敢有愿意互耶稣来使用？求主帮助咱。互咱搁一摆来思考，也互咱伫过来的日子，咱会通好好来安尼一摆来调整咱的即个生命，互咱的焦点会通安尼伫注视伫咱的主的顶面。咱即是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照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求主帮助阮，互阮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互阮会通伫阮的一生中间，阮所活出来的生命，阮无高举人，简单高举耶稣，互阮会通因为阮的生命不断来活出主你国外的生命。就要互侪人，因为阮来安尼亲近主，来期待要来领受对主你来的祝福。愿你的心不断来感动阮，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主所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73首。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请咱用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疫情的关系，互咱无法度有做实体的礼拜，你会当将你所甘心乐意要奉献的金额，伫厝里准备一个批笼，将你的金银放伫内底，然后伫周间来甲牧师也是干事来联络，摕来教会奉献。只是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只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马太福音》17章第5节。伊还伫讲的时，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甲因搭地，有声对云出来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我真意爱，恁着听叹伊。”只是我来报告，请咱看周报，下礼拜侍奉的名单，请咱注意准备，互礼拜会当搁较顺势。报告的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是圣乐纪念的主日，请兄弟为着推广圣诗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项，7月2日小会义决的事项。第一项接纳学期中新学生教会实习申请的追认案。第二，恢复长老李瑞荣第2摆的上诉案。第三，接纳陈胜恩同学的助学金的发放案。第三点，7月25中执会会议的议决的事项。第一小点，依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甲中会总会的来函2场礼拜，咱要阁维持伫迄个线上的首播方式来进行。第二小点，为着无法度使用3C 产品的信徒，也是需要无真袂晓即用的人会当来教会。因为教会空间的限制，只有会当坐30个人，所以若无法度用3C 的产品，你拢会当来教会做礼拜，总是会尽量会当伫厝里线上礼拜。第三点小点第2堂的礼拜，因为无法度做清洁消毒的缘故，所以就无阁开放礼拜堂。总是会当去交易厅，若无够，位无够的是，再去开放绿地教室。第4点，各团体甲小组，家己需要的会当去规划恁的聚会形式，是要线上，还是要实体？但是拢爱照政府的规范的标准来分流，若无法度。就会当用线上的聚会，这样子会当来达到集体连结的目的。第4点，因为疫情的影响，无法度做实体的礼拜，所以互咱会友真无方便对你的奉献，就爱麻烦你来到教会
摕来教会，还是会当用汇款的方式，互咱会当共同来成就上主的圣工甲遮水的事。具体的消息，第一点，8月11到14，有总会有要举行，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有要举行2021 ILT 挺校族群文化伫黑暗中挺校开会活动，欢迎咱教会青少年还是青年，年龄限伫17岁到35岁，请踊跃来报名参加。第二点，8月27到29，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嘛是有要举办2021年青年的查经营，拄着你，欢迎咱教会青少年大专生的辅导，对圣经有兴趣的青年来踊跃报名参加。过过咱台岛的事项，请咱看每周的台岛函。注意事项：根据总会的来函，有第一点，中央的对7月27，中央的疫情中心已经甲伊降落来日期，为7月27到8月初9，但是无解封，请咱会当配合这防疫措施。第二点，教会实体礼拜的时，室内的上悬是会当50个人，室外是100个人，要采梅花座，固定的座位，嘛爱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室内至少1.5公尺，室外至少1公尺。第三，若需要举行50个人以上的聚会，就要地方的政府提出申请。若是无法度落实防疫措施的时，请各教会就要采线上的直播或预录的播放。然后，咱的顶周的出席奉献，也是事务表，也是会计报告，拢请咱家己过目。若有订单，请甲会计也是干事来订正。以上报告。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阿爸爸上帝，求你互阮今仔日现康所听到的真理，会当栽种伫阮的内心，互阮行达只有看耶稣一人，无看别人，互阮会当结好的果子，通来荣光你。今仔日是圣乐纪念的主日。保罗伫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内有讲，爱用灵祈祷，嘛爱用理智祈祷；爱用灵来吟诗，嘛爱用理智来吟诗。主啊，愿阮的侍奉用心灵甲理性，将音乐清清楚楚表达出来。你性中有奥秘，感性中有真理。主啊，求主赐福阮的政府以及甲文武百官，想使因有智慧、真主甲德行，来敬畏上帝、听人，为着百姓度无好的政治。也求主保守伫疫情指挥中心所有的官员，甲开发疫苗的人员，也有徛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恳求你，互因的心灵拢健全。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你的听是超越种族、男女、身份背景，就是选择听阮。求你，互阮会当看起上帝，你创造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上水的部分，甲上需要上帝你帮助的所在，也互阮拢会当谦卑合一，来分辨上帝你善良顺全的旨意。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互阮会当得到坚强，搁得到你的恩宠。互上帝讲，
早日会当实现伫阮南洋教会。主啊，阮知你是生命的救主，恳求你医治阮做兄弟姊妹肉体的痛苦，互因有属天的健康，也你的话语会当常常安慰夫妻因，互因病会当得到医治，体会当得到恢复，也互因的心灵拢丰盛甲勇健，也互阮做长辈因的生活拢有平安甲喜乐。主啊，愿你听阮恳求的声，阮深信，阮所有的祈祷，你拢要听。当阮要用主所教示的祈祷，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做伙来念上言392首，阿乐上帝万福本源，吟诗煞，请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恩典的主，愿感谢落你。愿透过今仔日对主你的话语，愿搁一摆来得到提醒。也愿你的神不断来催逼阮、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通不断来敲找，互耶稣来成做阮的模范，互圣经成做阮的准则。圣神成做阮的引带，互阮不断伫阮的生命内面不断来高举耶稣，互耶稣成做阮生命中最主最王，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愿你的神不断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催逼阮，来引带阮，帮助阮。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别倒避讳。